好，来乡亲啊，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台北国际观光的博览会起行现场会当抢好康的哦。不过，这个交通部观光局伫7月份推出的安心旅游的补助，按算用到10月份，但是即卖都还未2个月咧，都开得要了咯。对这个旅店的买气，敢未有影响咧？旅游业的龙头详西旅行社讲，这个团体旅游的补助，拢已经有申请了。影响较大，应该是自由行的旅客，尤其是10月初的中秋节，甲双十国庆的连假。若无带暝，无政府安心的旅游，无因的补助，恐惊民众都较无愿意出门来佚佗。热天的旅游展，伫6月举行了后，无到2个月时间，就有实体旅游展开始啊。国境还未开放，但是未来机票已经先送出去啊。期限是2022年5月，200个人抢。机票会不会担心用不到？不会啊，一定可以的。想要出国想足久的，但是无法度出去，所以即摆上流行就是假出国的体验。欢迎登机，跟您核对一下护照。你好，欢迎搭乘，提醒您我们点心于下机之后再使用哦。目前国内旅游是业者主要的目标，但是推动国内旅游的安心旅游补助可能会提早结束。目前确定是补助到9月底，业者烦恼讲会影响到民众出游的意愿。如果说这个安心旅游的这个额度已经没有的话，可能对民众的一个自由行的一个申请的这个优惠可能会受到影响。应该会多多少少不公平吧，因为10月份还有双10连假。9月以后并没有说就不再继续在视当时产业发展状况再做综合考量。安心旅游的补助敢会当照原本的规划一直到10月底，观光局唔敢挂保证，已经收单的旅行社业者就惊讲歹收买。